尋找羅力威。羅力威多面睇，羅力威嘅成績中中地啊，中地啊，即係過到骨咯。但係喺其他方面應該好啲嘅。例如咧，運動咯，運動好啲咯。細個好中意運動咯。唔係嘛，喂，係咪而家唔信啊？我諗都諗唔到你運動啊！講嚟聽下，有咩搞？即係陸運會啊嗰啲。唔係啊嘛，你做童軍喺度維持秩序咋嘛？唔係㗎，你信我啦。我諗唔到你係會做運動啊！你係喜歡嘅。做咩嚟？我喜歡㗎，我會好積極參與㗎。邊隻啊？跑步啊嗰啲咯，即係競賽嗰啲咯。咁強？有冇攞下獎牌㗎？有㗎。校內嘅獎牌。校內咯，咁校外咁人哋勁啲咯。咁你係代表學校出去比賽啊？有冇試過？有啊，代表個好少嘢嘅啫，不過嗰啲都咁都係啊。值得攞出嚟講。唔緊要，你話俾我哋聽，你跑咩啊？跑4x100米啊？真係400米啊，800米啊咁樣。4x100就年年都要跑。即係你係快嘅。即係都係屬於快嗰幾個嚟。屬於快嗰幾個咯。喂，代表學校去跑4x1，你肯定係最快嗰4個先俾你出去跑啦，係咪啊？咁冇計啦。而家仲跑唔跑到步㗎你？依家唔得噶。依家唔得噶。羅力威嘅心理平衡。即係以前其實都屬於係外向嘅，即係唔係而家大家睇你好似好內向咁樣。其實你而家都唔係好內向，啲人以為啫嘛。以前係屬於外向嘅係咪？係啊。可能喺屋企即係練得夜練得耐咧，喺學校就要玩多啲運動。平衡下你嘅心理啊。羅力威有咩怕？淨係怕曱甴咯。而家咧？依家都怕噶。照有啲飛曱甴飛佢嘅頭度。哇！飛曱甴真係驚啊！真係唔死亡嘅飛曱甴。會係真係驚到你彈起，跟住隻腳撞到啲咩都唔痛嗰啲咯。形容得好好。我覺得幾好呢個。形容得好好。冇乜嘢驚啦，即係反而會幾中意黑，同埋幾中意睇恐怖片。親戚朋友口中嘅羅力威，乖咯。乖嘅，乖咯，算係 OK 嘅一個咯，即係 OK 嘅定義係打哥家姐咧，即係相比有冇你咁乖？係啦，所謂即係喺人哋眼中啦吓，未必真嘅。咁犀利啦！應該我最 OK， 應該我最好。即係譬如有時升校啊，讀邊間嗰啲，可能係我係即係令到媽咪滿意，做得到。可能家姐嗰啲就讀咗唔知邊間。頑皮嘅羅力威都會周圍跑噶，但係唔會打人嘅。係咯，唔會打人嘅。有冇試過犯過校規噶你？哦，呢啲經常嘅。例如咧？例如中學時期會比較開始犯得多呢啲。咩事啊？會做啲咩咧？我諗都係運動，跟住遲到，跟住啲衫亂晒龍啦。跟住會喺堂上面講嘢，整蠱人，跟住叫咗出去罰企，跟住去見訓導嗰啲咯。羅力威會唔會俾人杯葛咧？冇啊。幾順利喎佢。我真係幾順利嘅。我應該由細到大都係算即係玩得埋嘅，同所有人。你人緣係你覺得係好嘅？以前好嘅，依家依家咩啊？唔講依家住，我哋未講到呢個位。以前幾好噶。個個都即係以前好似係咪有個叫做咩受歡迎人物嗰啲？有啲咁嘅嘢嘅咩？咁亮嘅。榜上有名咁咯。即係可能係學校嘅風頭躉咁啦。有冇咁講？個人高調定低調啊？嗰陣時冇咁呢啲叫咩啊？冇咁呢啲叫做高調低調，呢啲係比較高靚啊，係嘛？依家開始講啲嘢，你好潮啊，潮晒。嗰陣時應該冇思想冇咁到咁犀利嘅，冇話低調定高調，亂咁嚟就係噶啦。寫一首歌，一首首我們的歌，我們大家擁有訂閱的夢想。唱一首歌，就是因為喜歡唱歌，希望能有一天會這
的一切，好让我长大之后会看见过去的一些变成了我们的永远。梦想伴手着所有努力的感动，沉睡已久的梦想跟我手牵手，发现藏在黑暗的背后是一片彩色的天空，点燃温暖烛光照亮以后。飞跃的时光永不放弃唱着歌，回想在记忆让我带你一起走，在人生最彷徨的时候，只要哼起我这首歌，让悲伤随风雨带走。这一首歌，一首是我们的歌，我们大家拥有音乐的梦想。唱一首歌，就是因为喜欢唱歌，希望能有一天会绽放光芒。我学着一些你给我的意见，好让我长大之后会看见过去的一些变成了我们的永远。用我的音乐，你们是否被感动？沉睡已久的梦想跟我手牵手，发现藏在黑暗的背后是一片彩色的天空，点燃温暖烛光照亮以后。放弃唱着歌，回想在记忆让我带你一起走，在人生最彷徨的时候，只有哼起我这首歌，让困难伤痛随风雨带走。阳光升起，照亮着唱下去，唱出我们心中活着的理由，希望传进你的耳里，希望留在你心里，希望为你们唱下去。啲咩 fans 嚟㗎，大佬？人哋威威話怕曱甴，你走去即刻擺啲曱甴上去，黐線嘅，咁搞擠殺蟲水係嘛？咪係咯。